客家新闻来到台南市，我们要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的参选人，也是竞选连任的台南市长赖清德市长您好。主持人以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台南市其实客家人口比例其实还蛮低的，以客委会新的调查大概是5.6%，大概不过也是有10万多的乡亲。以这样子的比例，其实在台湾各县市比起来排蛮后面的。但是市政府还是有民族事务委员会，底下有客家事务科。您是不是先跟大家谈谈，就是您任内对客家语言文化的传承跟推广，您比较注重什么，做了哪些？是根据客家委员会的调查，大概全国的客家的朋友大概420万人，大概占全国的18%。对。那台南市大约有10.5万人，占我们全市188万人口的5.6%左右。那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白河、像少安、旗内，还有客庄内，或是我们的东山大客庄，或者是兰溪里面的鹿桃洋，或是油车、江家、古厝这个地方。但是因为时间一久，一来人口本来就不是很多。那再加上时间一久，受到就是周边像台湾民众的这个影响，所以渐渐的，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客家聚落，这个就是台南市客家的特色了。但是也因为它主要后来像几十年来，或是近百年来，那台南市的客家的朋友，主要来自桃竹苗，或者是像美浓、六堆，所以让整个台南市的客家的文化不因为人数少而少掉了特色，反而是更加的多元啊，甚至包括他们语言的这个特色，所谓的四海大平安，甚至五华这个口音都有，所以非常的精彩。那第二个，我们也特别看到了他们本身在这个城市里面相当重视这个勤耕语读这种客家本身的文化传统，就是耕以为生，读以存志，那对文明、对教育、对文化都非常重视。那也让台南市作为台湾的一个文化首都，有客家文化的存在，能够更加显现它的特色。那另外我也特别注意到，那客家的朋友虽然只有10.5万人，但在台南市各个阶层表现都非常精彩。那在他们过来的奋斗的这个客家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传承客家这个应景的这个精神。那所以我们就台南市政府在县市合并之后，有民族事务委员会，我们负责一方面保障客家朋友的文化，那另一方面尤其是保障他们的语言。那一如你刚刚所提到的因为我们客家的这个语言不断的流失嘛，如果政府没有着力的话，那到2026年大概只剩17%的人，客家的朋友里面大概只有17%的人会讲客家话。那到40年后大概只剩1%，所以台南市政府有鉴于这样的危机，所以我们对语言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推广、保存推广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我们认为客家的语言非常精彩，除了有客家朋友的智慧，早期先民的智慧，也可以窥见客家文化的生活，基本上它是一个文化的一种。所以我们大概推动了几个政策，第一个就是扎根幼儿客语教育的推广好比说我们101年只有1所幼儿园，150个小朋友在学客语，但是我们第2年就有4所，375个小朋友，第3年今年我们就有10所幼儿园，就有1000个小朋友，不管他是不是客家的乡亲的孩子，就让他们学客语那第二个呢，我们对于这个乡土教学、客语的这个教学也非常着力，非常深在台南市总共有50几个小学，总共有144班，2000多个小朋友选读这个客语教学。那其中有
甚至有大概40所左右申请我们这个成为客语生活学校，他们参与客家委员会所举办的各种比赛，表现得非常杰出。那另外我们也在推广大人全面性的推广的这个客语的学习。那我们的教室包括有这个像基础班，还有师资培训班，甚至于比较深的这个客语研习班等。那我们在我们的客家会馆那边有教室，然后全面的推广。那这一部分呢，大概也有来学的这个客语的朋友，大概也有上千人。所以基本上我们对客家文化的保存以及语言的这个保护推广这部分是我们市府非常重视的一环。那后续未来我们大概有3个方向会来落实。第一个是深化的部分。那过去这4年来，我们有针对在台南的客家去做研究、做调查，包括人口的数目，那他们的部落的这个生活甚至于各种的这种文化，还有这些生活上事情的这个调查，这一部分我们会来持续那第二个是我们也有在硬体方面有在加强，像不管是南营客家文化会馆或是台南客家文化会馆，我们大概也花了大概1-2千万，就是让它更像是一个客家的朋友在台南一个客家的家，来到这里有可以亲切感，有认同感有文化，有艺术，有活动等等。那第3个呢，我们也在软体方面不遗余力的推广，就是我刚刚讲的，除了这个语言客家话的保护推广，那包括各种艺术文化活动的这个推广这个都属于软体，这个未来这部分我们都会持续加强，这属于深化的部分。那未来我们也会给它公共化。所谓公共化，就是说，因为客家的语言，它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的性质，也是一种感情的交流，当然也是一个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语言的工具。所以我们会来加强，比如说在火车站、在公车站，应该要提供客语的咨询。那另外呢，我们也跟我们长隆桂冠酒店来推广这个客家的美食。那我跟他们讲，台南市有10.5万个客家的朋友，也许会有客家的朋友，他的孩子做婚嫁的时候，他想要办一个客家的宴席所谓的四草四文这种客家的美食，因为台湾的小吃都可以变成国宴了。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用小吃，台南的小吃宴请各国的贵宾。那客家的美食当然可以作为婚宴嫁娶的宴席那如果这边有办法推广的开来的话，我想那又跟一般在街面上、市面上在卖这个客家的这个美食又不一样了。它变成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那我觉得这个未来会更进一步的去推广客家的文化客家从吃里面其实可以吃出客家的文化跟精神那第3个就是医化的部分现在已经科技化了嘛，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媒体，台南市的公共电视频道，或是台南市本身的这个网络像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我们的 Line 上面的政府的这个客户，用医化去推广客家的文化。那我们就是希望在客家基本法在去年已经通过了嘛那我们希望台南市能够建构成具有客家文化、客家精神的这样一个城市，让客家的朋友来到这个城市，能够相当的自在相当的亲切，那大概就是我们的目标。除了客家的政策以外，其实市长您的满意度在平面媒体的调查，其实一直都还蛮高、蛮前面的那接下来如果您连任，您觉得有什么很重要的是您要延续，或者是接下来的第2任，您觉得您很重点的施政会是什么？
因为台南是台湾的第一个城市，所以我们有心要把台南打造为台湾文化的首都，让任何一个人来到台南就知道台湾，那让我们台南市民感到光荣，让台湾的民众对台湾产生认同。所以，我们文化历史的精神，这个是未来一定要再持续推展下去的。那文化历史有相当的多，包括历史的，包括艺术的，包括文学的，就是让任何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就是充分可以感受到文化的氛围，让他了解到哇，台南真的是台湾文化的首都。这一部分，那具体的建设方面，我们有美术馆，还有我们台江文化中心，甚至我们希望未来会在永康，我们有一个80几公顷的创意园区里面，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露天的剧场，像美国中央公园那样的露天剧场，就让整个文化的这种氛围能够更在台南能够生根。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台南市民要安居乐业，所以他的工作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4年来，我们也成功招了862个案子，超过1000亿新台币在台南市的投资，也创造了大概有8万个工作机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希望也能够兴建一个会展中心，作为推动台南工商前进的一个平台，一个动力。因为台南市有很多很棒的这个产业，很重要的产业，像汽车零组件产业、精密机械，或是一些这个工具机，甚至于这个精密的这个机械的这个零组件等等，扣件，其实在台南。那如果像绿能产业、生物科技产业、太阳光电的这个产业，其实在台南的群聚也非常的强。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平台。第3个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再来争取这个故宫博物院南院，现在中研院已经确定要再来我们台南高铁特定区那里，那这部分呢，我们会来协助，让它能够很顺利的在台南能够生根这个不仅仅是对中研院好，对我们台南、对南台湾其实都有很大的注意。那当然有一些交通建设我们未来会除了我们公车已经捷运化，那我们捷运化的公车已经经过37个行政区，也经过了每一个大学、每一个高中、每一个医院，甚至每一个风景区，已经跟市民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去年搭公车比前年多了200万人次，那今年呢，今年开始我们有17个转运站陆续要来开花，那我们也把公车当为观光客游台南的载具，所以我们推动了一个政策叫公车轻旅行，我们找6个城市作家、城市旅游作家来帮我们代言6条干线公车。那下一个阶段我们正在规划，就是轻轨运输，先进的运输。那我们希望能够有先进的运输，从现在就开始规划。在未来，整个公车的这个营运更加的健全，那公众运输的人口那个足够之后，那我想我们的先进运输就可以下去。所以基本上我们对台南作为台湾第一个城市，那目前升格为台南的直辖市，那这个我们会让它持续的往前迈进。您提到交通建设，其实以台南全国性的版面来看，其实台南蛮少比较有争议的，就是施政。那交通建设可能就是南铁地下化这个部分，它就是因为牵涉到征地，它的确就是很容易会有争议。那关于这一点，市长您怎么看？是，铁路地下化是台南市各界争取20几年的重大建设，它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那为什么台南各界争取这个重大建设？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它将台南切割分成东西2半。那第二个呢，
100年来在平交道上面牺牲的人、出意外的人，我想不知凡几。所以大家认为台南市要作为一个进步的城市，铁路地下化是绝对必要的。那好不容易经过民进党执政，也现在马英九总统在持续执政，都持续这一个政策。那铁路地下化的，包括规划、路线的核定、经费的核定、未来的施工、监工，其实都是中央啊。台南市政府只是负责我们土地的征收，然后腾出土地交给中央，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央来地方做的重大建设，跟过去的台北的文音院，这是私办的都更，或是大埔的苗栗大埔的那个区段征收，那是县府举办的，这个都不一样。台南市的铁路地下化是中央来地方做，那土地取得的手段是一般征收，所以这个在98年9月核定之后，就再也没有变更过。那监察院也做过调查，第一个就是没有东移，因为台北跟高雄铁路都已经地下化了，他们的工法跟台南行政院核定的这个方法全部都是一样的。在铁轨的一侧用明挖覆盖，那98年9月核定之后就没有改变过。那第二个也没有财团介入的空间，因为是一般征收，为了都是要做道路用地，利用市民的土地，在铁轨下地之后，会连同现有的铁轨用地，全部做道路使用，没有任何人有机会从中谋取任何一份利益。它不是都更，也不是区段征收。未来全部都是做道路使用，不是像苗栗大埔有工业区、有商业区、有住宅区。那第三个也没有违反防法法令，也符合行政程序，所以监察院在去年11月份已经都调查清楚。但是虽然固然它有它的正当性跟公益性，去推动这个重大建设，可是对市民的冲击，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作为一个地方的首长，我有责任去落实中央的重大建设，可是我也是台南市长，我有责任要照顾台南市市民。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一个照顾方案，就是除了法定的市价征收的费用以外，我们另外又提了一个照顾方案，包括未来他们的房子容积率可以保留30%。他们的土地建蔽率可以增加20%，我们还盖了一个照顾住宅，要用成本价提供给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搬到这里来，我们已经跟台银讲好了，全额比照公交人员低利贷款，不需要头期款。如果他们不想要搬来住，那这边的成本价跟市价差价大概10万块以上，一坪大概10万块以上。50坪的话就500万，所以他也可以卖给别人，他可以把这个卖给别人这个权利的金额所得的价款，跟他是政府给他的征收的土地的市价的价款，两个合起来可以去买他另外一个他喜欢的房子。这个是市政府认为应该尽可能去减轻我们这些居民的这个负担冲击所提出的照顾方案。那我们也挨家挨户去说明，那也赢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所以未来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再去沟通，希望这个重大建设能够圆满，能够在台南市能够完成。就是像您说，它其实一切都是合理的，有符合公益性的，只是市政府的立场还是要尽量去说服市民去接受这件事。这个是市府无可回避的责任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有义务去执行中央来到地方做的重大建设，更何况这个是地方长期争取的，中央要出200多亿那台南市政府也有责任去照顾市民，所以未来我们还会持续沟通。目前还有存有不同意见的人，我们会尽我们可能
用诚意去跟他们沟通，希望能够征得他们的支持。现在沟通的进度如何？就是自救会慢慢接受的人有比较多了吗？对，现在就是说，大概从一开始他们抗争到现在，其实有几个进展了。第一个就是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并没有自救会所质疑的事项。也就是说，没有东移，也没有财团介入，也没有违反环保法规，更没有违反行政程序。这监察院都调查很清楚。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照顾住宅已经开始要盖了。那得标的厂商是台南市的指标性厂商。这家厂商30年成立30年，通通都不做公共工程。他们的房子像作品一样，就让他的这个支持者在收集。他的房子其实也没有在盖样品屋啦，他在台南的这个指标性的公司，王建民就是买他的房子，但是他认为台南市还是应该要铁路地下化，所以当他得知是否要盖照顾住宅的时候，他来投标。他盖房子是比照他平常盖的标准，他承诺的是比市政府要求的标准还要高。这是第二个进展。第三个进展是我们挨家挨户已经走过一遍了，有些是我亲自去，有些是我们同仁去，我们挨家挨户已经走过一遍。那现在正在进行，希望每一户都能够来看照顾住宅，有什么意见我们大家都还可以沟通。我们提到您这次选情，其实台南不太有选举的感觉哈，就是当然一方面是您的支持度很高，那从上次其实得票就已经超过60%，那这次其实您的支持度一直也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台南市好像没有什么选举的感觉，就是您其实就是比较是以进为主，而不是说主动出击。您怎么看您这次的选情？其实每一个连任者都一样，对一个竞选连任的市长而言，我是认为我们要用最好的市政来争取市民最大的支持，然后让今天比昨天进步，让明天比今天进步，这是我们绝对应该去做的。大家好，访问的黑国民党提名给台南市长长线演彭淑松参选人您好。您好，我们的那个主持人好，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台南市其实无论客家人在人口的数量或是比例，其实在台湾岛内的各县市其实都算是最低的哦。那但是其实各县市这几年都陆续成立了，在市政府里面、县政府里面都成立了专责的事务单位。那在台南市政府其实也有民族事务委员会底下有个客家事务科。那以您对在地的了解，您觉得台南市的客家还有可发挥之处吗？有，我觉得客家其实在我们台南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在我自己的工作生涯也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台南大学的前身是台南师范学校，在1899年建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客家的一家庙宇里面创校的，叫做西门路的三商国王庙。所以我们每年呢在进行校庆的活动，我们都会饮水思源，特别去我们的客家的这个庙宇三商国王庙，特别引燃圣火，然后回到学校进行相关的校庆圣火的一个活动，因此是非常的有渊源。那如果说我担任市长，对于客家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从5个主要的面向来加以提升。
第一个，我就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个客家文化的专责单位哈，比如说像客家事务委员会类似这样的一个组织，而不是在民族事务委员会之下，让它能够独立去运作的一个面向。第二个就是说，一定要活化我们的客家文化会馆。我有时候进去我们的客家文化会馆，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都没有好好的发挥它的一个活络运用的一个效果，所以一定要有专责的人员来加以进行。比如说，可以委托我们的客家那个协会来加以进行相关的一个办理这个客家文化会馆的一个工作。第三个是一定要宽列我们相关的客家文化推广的一个经费，让客家的文化能够发扬光大。第四个呢，就是在各级学校里面，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可以设置相关的客家语文或是客家文化的课程。像我们国立台南大学，我们就曾经开过客家方面的一个文化课程、客家语言的课程。所以对孩子而言，其实就是他可以变成他学习当中的一个面向。我记得当我15岁的时候，我就学了一首客家歌哈，叫做《天公6岁》哈，天公6岁，嘿。怎么会有机会学到呢？很有趣的一个历程。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要从学校教育里面来加以着手。因为我当时预计去参加那个乡下的文化服务队，那我们会接触到客家的族群，所以我们在受训的过程当中，就特别学了客家话跟客家的歌曲。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当时在学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个是彰显着我们的客家的精神哈。比如说以《天公6岁》这首歌而言，就描述着我们的客家人非常勤奋、非常朴实的那种生活的一个背景哈。那这个我觉得可以在小学里面，到中学到大学，都可以透过语文、文化、音乐的方式，甚至舞蹈的一个部分来加以进行。第5个面向，我就觉得说，其实可以多办理相关的客家的文化，来让台南市民了解，其实客家文化在台南的根源是非常非常的早。因为从郑成功渡海来台，他本身当时带的就有非常多的广东、潮州客家族群的人员来到台南来落地生根，只是说经过了第2代、第3代的一个跟闽南族群跟相关族群的融合，其实大家是都融合在一起，但是客家文化的根其实都还是在台南的。您刚刚提到就是客家语言的教学传承方面，其实在教育部新颁定12年国教的课纲里。对，不过这个乡土语言在国中，就是之前很多人希望列成必修，但是现在是选修。那以您觉得说，未来如果您当选市长，这个在台南市的部分会跟中央政府的做法会不同吗？这个部分哈，我会听听我们的国中端、高中端老师的看法。因为我当时之前在上一个阶段我没有投入参选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教育部的12年国教的委员，来参与12年国教的课纲。在我们委员会里面，的确有一组人实际上是建议应该要将这个所谓的那个乡土语言放入国中的必修课程。有一组人觉得在国小已经必修了，国中应该让他们有选修的一个机会。其实在整个教育的一个立场，应该是在国小是必修，在国中其实应该是采取选修的一个方式，因为让孩子有不同选择的一个面向，这个是我们的在教育让他尊重多元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比如说他可能是客家的一个族群的孩子，其实他如果在国小从那个小学的阶段就认真的学习这个乡土语言，其实他基础的能力是够了。那如果说他有兴趣，他可以再继续做选修。所以目前我是赞成所谓的教育部目前说将乡土语言在国中阶段
采取选修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每一个学校可以因校而有所不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地区是西拉雅族比较多的，其实我可以在学校里面自己定我这个课，我在国中还要做必修，这个是可以因地区而有所质疑的一个部分，但是是不用说全面性要求是在国中阶段要做必修的一个考量。那像刚刚提到，其实那个选择性其实是可以多元的，比如说不见得是只是单纯的客家语，而是客家文化或是客家音乐。因为像以我们学校有一位钟明坤老师，在音乐系的那个以前任教的老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就帮我们的屏东的客家的民谣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他就在我们学校里面开客家的音乐的一个课程。那像另外我们戏剧系可能是针对他的一个需要性，他可能开客家舞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多元发展当中，让他能够适性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倒是会比较理想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原则。刚刚您还提到的是，您希望市政府的客家的事务单位不要只是民族事务委员会之下的一个单位，那个叫做2级单位了。那我们希望提升到1级，1级代表的是我们的重视，也代表着那个效率其实会是比较理想，而且一定是要用客家人来担任这个单位的主管。因为像以民俗这个单位而言，它本身其实历年来从创设到现在，如果我没有记错，其实应该都是原住民来担任。那原住民的族群其实不见得会比客家族群还要多，但是却是因为可能某些的一个考量，因此如果它独立成为1级单位，其实我们就会专责有专人来负责，而且这个专人一定是要客家人来担任，他才了解客家文化的根源在哪里。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常常到客家文化会馆参加很多的客家文化日、客家的一个活动。那像上次我们的客家委员会的刘庆忠刘主委也非常的重视我们台南市的客家族群，也特别过来参与，我也特别过去。那就发现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是因为我们少了这个专责，也少了这个专人，然后去做这个专职的一个工作，那才能够发挥它的一个效益。台南绝对是客家人的根源之所在。虽然族群不像其他县市那么多，像主持人所在的屏东，或是像很多人所在的苗栗、新竹，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我们客家文化的一个根源之一。不过它提升到1级单位，想必就是经费、人员都是要增加的。那会不会也会遇到质疑是？它的确就是大概台南市只有不到6%的客家人，这样会不会比例上？虽然我们自己是客家电视，可是还是得问这个比例上是。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做合理的一个调配哈。那并不见得说那个用比例的数字来彰显那个对应的一个效果。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台南就是客家文化的根源所在。因为400年前郑成功渡海来台，实际上就是从我们的台南这边开始，所以从这边开花散叶出去，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很棒的一个起源地，这样的一个功能。还是我们在谈到您这次主要在台南市参选，其实您主打的是台南市要改变。您觉得台南市什么是需要改变的？如果说因为政见大家都有，其实很多那个细项都是非常多的。如果您要提1、2项，您觉得最主要台南市需要改变的会是什么？非常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哈。实际上，台南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都市，因为它是我们台湾的历史文化的起源，同时也是我们台湾的美食之都哈。它是一个会说故事的一个都市，但是好可惜，我们台南最近这几年城市的竞争力在下滑。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家户所得其实是5都之末，我们的教育的品质竞争力也是5都之末。我们叫做全台首学，但是我们却是
国小的合格教师的比例是5都最后一名，只有77%，而像高雄有91%。那你说我们台南的子弟，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台南的子弟，他们其实都很想回家乡服务，但是回不来。所以我如果在担任市长，我会多用我们台南在地的子弟，让他们能够回来为家乡来服务。那你刚刚提到叫我归纳2点，其实我们政见有10多点，那我归纳2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台南人的福利还可以更加往上提升，因为我出来选市长，其实就是要为人民来谋福利。第二个是要为城市来做建设，那这是我主要的2个主要的一个诉求。在人民的福利上面，我们就看到65岁以上的长辈，我们台南市是5都当中唯一还需要自己缴健保费。台北、新北、台中、高雄都65岁以上的长辈都不用缴健保费，就是我们台南还要缴健保费，所以我会帮台南的长辈争取相关的福利，我会帮台南的妇幼争取相关的福利，包含了我们的妇女的生育补助费，目前只有6000元，那我们希望提高到2万元，因为台北、新北、台中都已经提高到2万元。那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225专案的一个计划，第1胎2万元，第2胎2万元，第3胎5万元的一个方式。我也会帮青年朋友争取相关的福利，比如说青年的住宅、青年的就业的平台、青年的创业基金、青年的留学贷款。那我们希望让青年人能够在这块土地永续的生活，而不至于说大学毕业、高中职毕业就都出外做打拼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也会帮我们的基层人员做争取相关的福利。我们台南市的警察也是5都当中唯一一个没有首都的加级的一个部分。我们台南市的领长也是5都当中唯一没有工作津贴。那我重视我们基层的人员的福利，像劳工的福利，我也会特别给予。昨天我在拜访相关的里民的时候，有一个里民就跟我提到，他们要搭个公车，那个公车等了老半天都不来。这个就是我觉得整个在福利上面，其实是5都当中最需要在提升的。另外第2个主面向是我们台南的大型的建设，其实在最近这几年来，我们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建设，都是一些像路平专案啊、骑楼专案。我说路平跟骑楼其实不是一个市长的格局要做的，那个应该是里长就可以做的，而市长应该要来规划我们的大台南，比如说交通的建设，我们大台南的交通建设也是5都当中最不理想的，我们的公共运输的使用率也是5都当中最后1名。那实际上这个是可以改善的。比如说像我先前在旧金山居住的时候，旧金山其实街道也不大，但是他就用观光叮当车，然后呢塑造出它城市的文化。同样的，如果我当市长，我也会针对我们的观光产业设置观光的叮当车，我们可能取一个什么名称哈，比如说古迹列车，然后在每一个古迹站，游客可以来搭这个车子，那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台南的观光客不用每次都要骑摩托车，造成了很多的危险，然后也可以有观光的公共巴士，让观光客更加的方便，然后那个公车系统要做得更加的快速，让居民能够更加的方便。然后像海运的部分，我们的安平港一定要建构成我们最棒的国际级的游艇的一个那个港口，因为我们可以连接渔光岛，渔光岛是可以媲美加拿大温哥华的维多利亚岛那样子的一个观光岛的一个形态，但是很可惜都没有开发出来，我看了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心痛。所以大台南的陆海空大建设绝对是要去进行的。然后呢，国际的招商引资其实也是提升这个城市成为国际化城市当中非常必要的。连彰化那样子的一个农业县都能够争取到国际的大厂 Google 来彰化设厂了。更何况我们台南腹地非常的广阔，我们有山边山上，我们也有海边，我们还有广阔的
平原、嘉南平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棒的一个利基，但是呢都没有好好的利用，所以有乡亲就开玩笑说，人家桃园有一个航空城，我们台南好像就只有一个隆起的土鸡城一样哈，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大台南的大建设能够来加以提升，这是2个主要的主轴面向。您刚刚提到第一个是福利，福利政策，我们其实会想到说，你可以照顾很多比较可能比起来弱势一点的民众，但是他就是要花很多钱。那在这个部分，在经费的部分，您觉得是可以获得的吗？是的，有人说女性比较能够理财哈，比较能够持家哈，我自己也深深的有感受哈。比如说，在目前我们台南市负债了800多亿。那以我们的人口188亿，其实我们的平均每人负债的指数也是5都当中的第1名哈。那这个里面其实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做好开源节流。有乡亲就说，有些人只是顾作明星，而没有顾到我们的民生哈。那秀双当市长的话，就会特别做开源，因为我们有一些财源其实没有好好的开发运用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能够有国际的大厂来这边设厂，其实我们的地方税收增加很多，那个本身就可以用到我们的社会福利的一个面向。我们也有一些财源没有好好的运用，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不用去放烟火，我们可以不用去办那个很多的一个无谓的一个活动，而我们可以来顾到我们人民的福利。这个是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英国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福利，其实社会福利就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是可为，不是不可为。那要从开源节流来加以进行相关的一个面向。是，您这次参选，所以我有把握可以将财政跟他用好。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财政专家，像我们有一些会计师，有一些很多的好朋友，也都帮忙做相关的理财规划。是。您这次是其实您的特色还蛮鲜明，就是大学校长跟女性这2个特点哦。不过第一次参选就是政治素人第一次参选，就是在台南市，它的确是非常艰困的选区，因为其实10几年来都是民进党执政。那以您这次，您怎么看您在这么艰困的地区您的选情 ？OK， 最坏的年代，最好的抉择啊，就是在台南。那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跟乡亲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接触的机会，其实会有很多的乡亲共同来支持。像我最近在走访我们的基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握过的一双手，每个人都觉得说，一定要支持我，因为我是以一个亲切的地方父母官对应到一支骄傲的公鸡，这是乡亲跟我说的。他觉得有些人当地方父母官没有好好的照顾百姓的生活，而我是了解我们民间的疾苦，所以我也特别在9月27号我们竞选总部成立的当天，在总统跟王金平王院长的面前特别宣告，我们如果当选台南市的市长，我会捐出市长的薪资所得来为我们台南市做服务，而且会将薪资所得捐给有需要的台南市各区的公益团体，让我们有需要的民众、生活困难的民众能够获得改善。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挑战是很艰辛，但是我们相信没有打不赢的敌人，没有打不倒的敌人，没有打不赢的战争。那我们也相信一步一脚印，那步步累积起来都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胜利的一个基础之所在。所以也特别请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乡亲共同来支持，共同来让我们的台南能够有所改变。因为400年来第一次有女性的市长的诞生，就是在这一次今年103年的11月29号，我们希望能够翻转台南，也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台南的未来更好。为了我们自己的福利，为了我们大台南的城市的建设，我们希望说能够获得胜利。不过我也很好奇哦，就是当然参选一定是有理想在，但是参选
跟之前想象应该会有一些预期上的落差。您觉得真的参选之后，最困难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比我预期的还要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是对政治以前没有耕耘，但是这次出来之后，很多好朋友都出来帮忙，说，哎，一个电话过来就说，哎，我过来这边帮你的忙哈。那像我们工作的同仁，很多都是义务工作来帮忙担任志工哈，我都非常的感动。甚至有一些好朋友就说，为了我这次的选举，他们就不要工作了，那他们就要退休了哈。那真的是非常的令我感动。那在走到每一个地区的时候，每一个地区就说这个地区我来帮你负责，这个人员我来帮你召集，请他们一定要来协助。所以在走过的每一步路里面，我都是心怀感恩，感恩非常多的人一起共同来帮忙，连以前可能是他们也想选市长的，他们这次也都放弃，然后一起来帮忙相挺，然后呢，各方的政治的人物呢也都帮忙，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感动。那你刚刚提到说最困难的是什么？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都想说一天要当2天用。那还好的是有很多团队的成员一起来帮忙，比如说我现在在接受这边的专访，有人在关庙那边正在进行相关的家户拜访，有人可能是在七股那边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个座谈，希望让更多的人来能够汇集我们相关的一个那个胜利这样。